为了让市民接触并认识公营频道，提供媒体经营的观念，中嘉宽频三冠王相入称过去多年来承办台南市政府新闻处的公营频道嘉年华备受好评。今年以活力世界、秀出影响力作为主题，29号将伫文化中心登场。到时将有悠悠家族等精彩表演甲亲子活动，嘛规划真济频道、资讯服务等单位甲媒体所用的参观体验，内容相当丰富。最后也有4K 电视等大众的摸彩，要互民众有食有耍阁有掠。很高兴中嘉宽频、三光网跟双子星有线电视有再次的这样子的机会来承办推广公用频道的活动。那这一次活动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摊位，那每一个摊位都会设计闯关的游戏我们的现场参加的民众可以拿非常多限量的一些奖品。那另外在舞台活动方面呢，我们会邀请到东森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们另外还有非常多我们台南市知名的表演团体，然后也就会让这个舞台的活动非常的精彩。那在活动的最后，我们还会抽出一台联网电视，所以活动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请大家可以在10月29号，大家一起来这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共襄盛举。因为疫情等因素已经停办多年的公营频道嘉年华，今年将盛大举办，甲所有民众同乐。承办单位提醒，前500名完成闯关的民众，拢有精美的选择品，同时取得摸彩资格。东港前200名到场的，也可以额外发送50块的活动体验券。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